大家好，今日咧係化療之後嘅第5日，咁化療第2日咧就有精神，就同 Thomas 咧就去跑outdoor度食甜品輕鬆一下，跟住咧好開心喎，有精神去主日崇拜添，之後就去咗睇個細女打排球，咁到傍晚咧就開始有啲攰同埋眼瞓，咁但係呢幾日咧起身精神都好唔錯喎，亦都好開心可以揾到一位姊妹推薦嘅中醫針灸師睇症嘅，咁佢仲係喺屋企附近添喎。不過咧，一般嘅新人咧要排隊差唔多4個月，即係話咧要到9月中咧，我先可以先至有得睇。咁我就同佢講我個情況，佢就話如果有病人取消嘅話咧，就俾個位我。真係喎！過咗幾日之後咧，我就收到短信話，做完化療之後第4日咧就即刻有得睇啦。咁呢個中醫師咧好有幫助，仲同我講西醫同埋針灸咧可以互補嘅。咁就俾咗一啲嘅食療嘅意見啦，好感恩有一位咁及時啦，有咁近嘅中醫可以幫到我。希望可以減低化療嘅副作用啦，同埋調理身體嘅。咁更加要感恩嘅就係呢幾日咧，精神同胃口都好好嘅，亦都冇乜副作用。就求神繼續憐憫，希望繼續落嚟嘅情況都係穩定。多謝大家。